这个委托行哦，听起来就是介绍讲是拜托你做什么款的代志啦。这个委托的这部分，伊内面是咧卖什么物件？其实较早吼，到即阵，较早因为台湾我还未改严嘛，无法度出国，所以无国际贸易嘛，还未加入 WTO，所以较早家人讲正经最闹热的时阵，你要买外国的物件，要看到外国的物件，叫做舶来品，就这委托行。那是安怎叫委托行？委托嘛，较早为美军的时代，阮拄有讲到要买酒啉嘛，换钱，我物件互你买嘛，吼。啊，日本时代呢？日本时代就是卖日本的物件嘛，日本人来，因要真的正式的形成委托行，是日本人要造啊。哦。二次大战结束以后，日本人要造，伊就甲因的家当，变成一个白的，哦，你来买台湾人来买，其他人来买，伊要造啊嘛，伊要上船啊。在迄个时代开始，就变做委托行啊，慢慢的产生。后边因为代购嘛，代购，即摆爱讲代购吼，咱有就侪船员，留学生，你若出去做生意，还是去读册，坐船转来，就顺续替这店家代购一寡物件转来。所以较早有一个故事，就是阮内衫15领，内裤15领，尾仔嘛15领，外套12领。我家己留一领，其他拢袂离嘛，就叫委托行。啊，上闹热的时阵，差不多家人港周边差不多200-300间的委托行，大部分拢卖衫啦，卖衫较济，因为衫较好炸转来嘛，衫较好炸转来。啊，你若要追购，像我细汉，我75年厝啦吼，其实甲伊也毋是差不多迄阵开始就是委托行没落的开始，因为开放啊，你会使出国啊，就阮家人讲就较没落啊嘛，所以咱迄阵我细汉的时阵，我会记你讲迄阵。7啊，全家便利商店较无的时阵，咱拢来委托行买日本的牛奶糖，生永牛奶糖。我记忆就深咧，我差不多3、4岁读幼稚园的时阵，我要买日本的糖啊，拢来委托行买。阮阿嬷就带我来买糖啊，伊买日本的水果、面果。啊，阮阿公伫遮买迄个尼古袋，西装，日本的西装，皮的帽啊，吊带。所以你所有的物件，委托行较早都是。家人也是台湾人哦，会使讲台湾人的百货公司。委托行咧北部就是家人，南部就是高雄嘛。所以咱的文化高雄，所以你即马去便利商店还是药妆店买迄面速力达膜，这物件较早嘛咧委托行才买得到咧。较早你在外口无这物件好买啊，所以大部分是拢买衫，但是这阵吼委托行差不多剩10几间尔，传统的剩10几间啊。这阵，所以咱即摆已经转型啦，嘛变做无共款的老人，变做少年人设计的一种感觉，有日本味嘛，有较早差不多传统的故事在内底，来遮比如讲即摆咱有酒吧在内底，传统的卖衫的店嘛在内底，还有咱甲日本装潢的日本料理就出名的，咖啡厅嘛当然嘛有嘛，咱家人的特色。还有咱即马有一些少年人的创意在里底产生，譬如讲挂包啦、卖关东煮，所以咱即马较早委托行是咧日时啊闹热，即马的委托行是咧暗时啊闹热，所以无共款，但是咱家人的特色，因为即马你设计，你要买所有的物件，网络拢会使买啊，像我，因为我无时间设计嘛，所以我为创头章的物件，我买遐全身躯我拢网络买，你想要要去遐设计？是一种感觉，所以咱即马咧做的就是甲委托行创一种感觉出来，互少年人愿意来行，互长辈来遮体会一下过去的这个感觉一安尼。所以我咱即马给人讲的嘛是疫情过后，其实嘛是真老人，就是委托行。对。